香菇炒高麗菜，高麗菜、香菇、大蒜、食用油鹽、豆瓣醬、白胡椒粉、醬油、雞精或者高湯粉，將高麗菜洗淨，切成適合炒嘅大小。香菇蒸洗後揭片，大蒜切碎備用。如果怕香菇太過濃郁或有土味，可以先燙一下，稍微去除雜味，再瀝乾備用。熱鍋後加入食用油，放入切碎嘅大蒜爆香，以密匙小火避免焦黑，放入香菇片，炒香約1到2分鐘，讓香氣散發出來，將高麗菜加入鍋中，大火快炒，保持脆度約2到3分鐘。若覺得太乾，可以加入少許水或高湯，加入鹽、醬油、白胡椒粉及豆瓣醬，快速混炒均勻。最後根據個人口味調整醬油用量，炒至高麗菜熟